乡亲时代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收看《华视台语新闻杂志》。随着全球都市化发展，所以人口拢过度集中伫大都市，造成的结果就是城乡发展失去平衡，农村偏乡人口外流甲老化现象愈来愈严重。日本政府公布的资料，日本有高达894个市甲镇甲村，到2040年就会消失。要安怎抢救一直咧凋零的家乡呢？日本伫2014年启动地方创新计划，希望会当振兴地方的经济，促进在地青年回流。那咱台湾的国家发展委员会嘛来提出着警告，讲台湾嘛有134个乡甲镇甲市当面临消失的危机。行政院甲2019年定为台湾的地方创新元年。台湾会当安怎来照重日本的经验呢？今仔日节目一开始，咱就来去日本的青森县，来看这个另国之乡是安怎结合在地特色，发展特殊的产业，来反转着偏乡的命运。2014年，日本人口调查报告提出地方消灭论，经过2040年有894个市镇村即将会消失，嘛促成首相安倍晋三通过地方创新法案，展开抢救地方的行动。青森县有北甲电山、白新山地、奥入热溪流等等自然景观，这嘛是日本本州上北边的一个县，面积差不多是9640平方公里，差不多是台湾的1/4。红果、蒜头、乌梅产量日本第一，有丰富的水产，嘛是温泉的度假胜地。经过2012年3.1日地震引起海啸核灾，在辐射阴影下，红果外销减少，地区经济无好，加上人口老化，少年人拢搬出去。本来1983年人口超过150万人，2012年人口减为136万人，人口减少率是日本的第2悬。为2000年起，高龄化率为17.4%，一直欠悬。2045年估计达到36.8%， 2060年更加达到39.9%。红果之乡敢会就此消失？青森正面临着历史上上界严酷的考验。青森县政府为了破除地方消灭的预言，和在地创新，2012年新成立观光国际战略局，头一步就是先杀观光。像新干线伫青森的8号站、新青森站连接开通，再加上新函馆北斗站的开通，为东京坐新干线到青森较免4点钟，为函馆到青森较免1点钟，和旅客使经过青函隧道为北海道吸引人客，往返北海道甲青森之间，形成公益周游的旅游形态。结合铁路、飞行机甲船，有国际游客，这就是青森县观光国际战略局所推出的立体观光的策略。希望会使将青森县代表的地区资源、品牌力量、设施的魅力、数据变化等等，再活用伊的魅力，处理观光所需要的资源。立体观光就是以地区的魅力、高质量、深度多元做立体观光。到青森美景有够多，这是和日本指定为三大特别名胜甲天然保护区之一的奥入热溪流。这个所在位所在真错流，流动伫个生青地岩石之间，形成白色的水雾，甲边仔一片的绿意，被称之为日本上水的溪流。原本青森人要求不是干那看尔，更加爱深度的体验。我手上这个小小的呢，它其实是一个放大镜。走在奥入濑溪流的步道呢，仔细看旁边的苔藓哦，用这个放大镜一看，你可以看到像是小森林一样的美景。那我们的苔藓或者是包含我们的植物都非常的有多元性。透过这个就是青苔自己的，就是每一个它自己的长出来的样子，这个设计的部分，跟我们去触摸这个青苔，我们可以去了解到说，其实
停下来，然后去看这些东西的话，其实也是蛮有趣的一件事。伊是丹武先生，大家嘛叫伊青池先生，研究生态17档，观察青池8档啊。北海道出世大汉的丹武，被澳入内溪流自然风景深深的吸引，到清心饭店做生态导游，无意间发现青池微小又阁神秘的世界，所以讲争取以青池为主题的活动，成功推动青池漫步行程。伫青池顶面喷水，透过光线会发现讲，袂输是宝岛迄一般闪亮的景象。饭店嘛特别设计青池的房间，会使感受满满的绿意。观光客来会使做生理，要阁要饮食，就要靠生态保养。因为我们这整个都是国家公园，所以这整个都是要保护的。所有的就是叶子一片，只要就算是叶子片也不能带回去。那所有的只要是采集的，就是我们拿着带回去的都不行。日本政府有管制想要版也是提走动植物，拢会使处6个月以下徒刑，上悬50万块入票罚金。澳入大溪流的水，才有法度永远维持落去。清心观强化观光，希望牵动活化经济原动力。较早是外销苹果，因为即马伊是主推6级的产业。清心观旧年来拢是将苹果干贝顶代表当地农林水产送到以东京为首的大都市，因为安尼就无法度生产出真大的附加价值。清心观无法度赚到更较济的钱，农林水产的附加价值，阮爱互伊增加清心观的品牌力。主要就是生产加工直销的产业发展模式，像苹果、清心，家己就使加工，家己拍出品牌，设立苹果观光工厂，将苹果结做酒，并且将这节能公开透明，变成一个观光景点。现场也有各种的果汁、果子干、果酱等等加工品伫卖，不管是本国人、外国人，想要买更较侪清心苹果的相关产品，不是到大都市，是欢迎到清心。这嘛是清心人拍算要结合农业甲服务业，吸引更较侪少年人投入清心苹果的产业。要增加清心观的品牌力，好居民有通赚，干那卖苹果也无够。具体来讲，就是要加强清心观的产官学合作，就是大学、市町村甲民间的业者，做研究出新产品，像讲红鲢鱼的软骨内面有一种叫做蛋白质糖的物质，真少对健康佫真有帮助。本地大学研究这个蛋白质糖的产品，做成化妆品，也是饮料等等方式，要推销给全世界。比如是咱无伫食的红鲢鱼软骨，对清心人来讲是宝，产官学做合作，更加有竞争力。清心的创新计划正在进行，业者嘛是推动力。出名饭店集团接手经营不善的温泉饭店，爬远的公园重新整建，分别伫澳入内溪流、三德市设度假村结合地景。这里就是青森的观光名胜奥入濑溪流，你不只可以欣赏美景，还可以聆听湍急的溪流声，甚至你还可以坐在这里享受早餐。结合祭典文化。在这里，你不只可以感受到睡魔祭的文化魅力，你还可以亲身体验。我们是引进亲生睡魔的灯笼之外呢，我们也有，因为这边其实是以前亲生它叫南部地区，那这个地区其实是产马的，所以我们有提供像马车的体验，在公园里面让客人可以去住客可以去体验。那最近比较新的呢，是一个我们把所谓的睡魔灯笼融入到房间里面，就是整间房间是以睡魔灯笼为主题的，叫睡魔之间。他希望呢，就是在譬如说你入住睡魔之间的话，你就可以全身就是你的视觉、你的感觉，整个就是可以融入在青森文化里面。恁食饭嘛是伫古代饲马人家、花草人家厝内面享用乡土料理。度假村和游客唔敢走，嘛创造大量的工作机会。伊是28岁小野田昌宝群马人，大学读完市场行销经济了后，无选择到东京去打拼，转到青森度假村来上班。
就是不喜欢东京那种，就是在大楼里面工作，或者是就每天都只是搭车上下班的这种生活，反而觉得说他到这边来，一方面是他喜欢就是这边文化之外，他可以看到这边可以有一些想法，可以活化这边的一些文化或是产业等等，对这个比较有兴趣。有透露，经济能力有够，就会使伫清心定落来，和清心人感觉骄傲的是，2018年清心县海外大房人数甲进前一年比较起来，成长差不多1.2倍，也就是差不多29万人。以清心县来讲，已经创下历史上人数上悬的纪录。干那卡是强城县，是东北6县内面排第2名的。亚洲访客人数上济国家，又搁以台湾的旅客上济。观光人口有增加，哪能搬来清心的人口呢？东京影乐町有设定，为了为东京招呼较侪人到清心来住，原设立移机电机的资源中心。本地报社嘛报道，去年搬到清心的有83人，比进前增加19个人。到今年1月份的统计，清心县人口降到126万人，并且估计2020年会到123万6千人，2040年甚至较无100万。搬来大人口还无够，清心县对着这个问题继续提出最新的奖励，就是今年4月7日以后搬来清心县大，并且有这意愿住伫特定区域5年以上，政府会提供上介济100万日币的补助金，甚至还有送土地。清心县个人化率到2018年已经到31.32%，政府今年更加要加强设定2019年到2023年目标，伫4个领域进行政策改革。产业雇用是提振地方产业安心、安全、健康，这是创造适合生育环境，强化地区医疗品质。环境是集团环保社会甲自然共生，教育是历史文化的教育提升。清心拍拼脱胎换骨，日本各县市做创新的概念，甚至已经有30档啊。为1988年起，伫下町内阁推出家乡创新的计划。向顶县市发放共要100万的美金、3000万的台票。随来1999年，对15岁以下囡仔甲家庭，65岁以上的老大人发放180块美金，差不多是5600块台票的地区振兴券，也过对经济回升无实质的帮助。2007年头一摆安倍内阁开始提出支援地方振兴项目。后来2012年，民主党甘地人内阁时期设立地区自主战略拨款，也过为1988年到2014年创新振兴计划，向电老化、工作机会消失、人流、金流继续向东京入去。日本评论家分析讲，每一摆计划，嘛甲每一摆内阁的换人有关系。安倍晋三2015年决定来由地方提出创新计划，国家跨部会资源投入。地方创新要成功，就要地方觉醒。台湾即马嘛要学日本。那咱应该安怎做才会成功呢？高跟鞋教堂过去想要抄日本那种教堂的那种拍照景点，然后又编了一个故事，可是最后面很可惜的，大家后来发觉这是一个没有特色的地方，像巴黎铁塔抄这个巴黎铁塔进来，可是呢就让当地的文化学者觉得非常的格格不入。政府应该跳下来跟民间合作，这种合作伙伴关系，我觉得在台湾要赶快的建立，而民间单位能够不要土法炼钢，找出在地特色的做法，怎么样创旧的做法，怎么样做资源转换的做法，这些把这些做法学起来，那我想台湾做出来的地方创生绝对会是至少会在亚洲会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地方。地方创生的人才培训是目前台湾最重要的部分啦，所以譬如说像日本，他们有地方创生大学或地方创生传道师，那这个制度有没有机会可以引到台湾来？清心的人看台湾要做地方创新，嘛有想法。我们日本人是吃台湾香蕉长大的，我们必须增加食材的附加价值，成为台湾经济的一大助力。另外，据我所知，台湾不只是食物，也有非常多的精密企业。我本身有在骑脚踏车，我的脚踏车就是台湾品牌。加上正在成长中的 ICT 产业，必须跟农工业达成一个好的平衡点，促进整个地区的经济。在地人对家己家乡有使命感，留落来创业做事，鼓励在地消费，才有法度地方发光。照日本的经验，台湾会使学到什么？同款抢救家乡的行动甲挑战，就在眼前。